南投的東部，假日是真濟人會去浸風水，也有真濟這農民是把家己種的農產品放佇咧頂仔腳，也是路邊予遊客買。真濟擔攏是予民眾家己買、家己落錢。即陣當地已經有20-30間這款無頭家咧顧的良心擔。這農民是講，咱台灣人真善良，因顛倒是較驚高山仔來淘汰。南投東部溫泉一省二鄉的玉山腳，假日有真濟遊客來這浸溫泉。平常時觀光客較少，農民嘛愛無閒種植。在地農民也總有家己種的農產品想要賣，就會擺置頂仔腳，也是路邊。大約10幾年前，陸陸續續老農民會安尼做，邊仔放錢筒啊，予遊客逐一落錢，逐一買。現主是大約有20-30個當地人咧經營這款的良心商店。沒有人貴。那你100塊準備好啊？本地人一般都很善良的人，然後也很信任別人吶。那要去田裡呀，如果在這裡顧一整天就沒人買，那不是浪費時間？有什麼菜我們就也會放什麼菜啊。這裡最怕的是猴子啊，猴子會來拿。那香蕉它也吃啊，李子也吃啊，高麗菜也拿。所以你就放這個他不拿的。在地人嘛笑講，因唔驚有人買物件無錢，只驚高山仔來淘汰。因為台灣人的水準真懸，足少有人無納錢。這款特殊的景象會當經營10多年，所以這嘛，互人叫做良心村，已經成做地方的特色，嘛會當互外國的觀光客感受到台灣人的善良。客人也都是蠻有信用的，就是這樣投錢。既然要這樣子的做，你就不要怕人家吃，怕人家拿。我們的東埔溫泉除了景色非常優美之外，溫泉也非常的棒。這個良心商店也是我們東埔地區非常有特色的景象之一，非常適合我們國際遊客來到我們東埔溫泉區來旅遊、踏青、放鬆。在地觀光業者嘛建議，後擺來東埔旅行，除了來這浸溫泉以外，嘛當找這款良心的商店。買一寡在地農產品，因為這100塊落落去，唔領是交關，嘛是台灣的互相信任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